训，或是天国八福，是我们一个操练自己，也是跟神更亲近，得到天国福气的一个力量。我们愿每一个人因为这样的灵修跟学习，我们有更多的成长，在社会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分享主话以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聚集，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同心敬拜。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粮食，也让我们走出神话语的能力，能够见证主在天国福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连续几个礼拜，我们教会呢做几样特别强调在天国八福上面的一个学习功课那早上第一堂礼拜，我们圣歌的特别挑了一首蛮有历史的诗歌就是八福所创造的一个曲目那牧师就在鼓励说，我们借着这个八福的事工呢，我们有几样形式来一起学习。那教会公报呢特别的推出了一个抄写天国八福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活动只要把这八福，就是从马太福音5章的3节到10节，把这八福列出来用你的技巧或是你的艺术眼光，把字体写得非常有特色，或是有经过绘图创意能成为这一个天国八福的抄写。那我们的圣歌队用诗歌来唱出八福。那早上第一堂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邀请呢，我们那个志强长老、维文长老，他的妈妈我们的丽妈妈，她来用台语的背了天国八福那我在期待我们这个第二堂弟兄，你们如果会华语的八福可以志愿一下。那这个背不是说谁背得好就是表示他厉害，是因为我们看重这一个神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也一起呢要来再复习一下这个天国八福这一个经文。那我们习惯背和本的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再来读一次我来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2，因为他们必得安稳。3，第4，因为他们必得保住。第5， 6， 7，第8，会议受逼迫人有。好我们当然练很熟悉了，就接起来很好。不过背八福跟今天我们在5月份的背这个经文，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在背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小的困扰，因为它的文词比较像格言的性质不像一个故事或说一个有非常完整的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所以有时候背会前语跟接不到后语要不然是第一和要背到第3幅去了。不过我们的丽妈妈她有一个经验，她说她每天早上起床就先背一次背经文或是背诗篇就成为习惯了期待不只会背，我们也能够成为生活上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指针那我们再看这八福呢，有2个段落，就是前4福，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属灵的造就、栽培跟灵修，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锻炼自己，来培育自己个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后面这4福比较倾向于说，你要成为一个外显的，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见证，或是影响别人，能够帮助别人。所以邻续人的、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就等于参与了整个公众的事物，或是说你在这个社会成为光、成为盐。那
我们今天是第3段，我们要分享天国八福是一个发挥了基督徒的影响力的。那我们要讲最后那3个福，第一个是清心的人哈，清心人他说他要看见上帝，很像我们在戴太阳眼镜或是戴我们普通的眼镜，你就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哈我们的眼镜的眼镜行都会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眼镜要清洗得很干净，特别说你不能用什么清洁剂来洗，让它再洗了会把那个薄膜会磨损，或是用力擦会让你的眼镜那个镜片会受损这样子。当然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它的那个镜片的硬度会更好。不过我们如果说眼镜模糊了，你会发现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当然包括你自己的肉眼本身，如果有白内障啦，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在眼球里面，你就会发现不清楚。那他说清心的人看见上帝，换句话说，一个要看见上帝的人呢，他的心要洁净的，他要清心的。那我们台语比较常讲了哈，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很烦恼，我们台语叫忧头甲面啦哈。或是说心情都不开朗常常没有笑容我们台湾人都会跟他鼓励说你较清心的啦，清心的就睡得着啦，就清心就睡得着，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清心有时候对个人来讲是他的烦恼、他的忧虑被消除了，是一种清心。另外一种清心，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你的担子会让你没有清心，那你就看不见神。那这句话的意思还有一个的情况，它的现代中文的解释是说，心地纯洁的人，心中没有其他的恶念，或是其他的忧愁或是其他的贪心顾虑在你面前。他说这样的人会看见上帝，这样子。所以清心另外一个解释是心地纯洁，那就是跟真诚有关。你的真诚会让你心中没有挂虑，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隐私跟困难困境。他说这样是我们不只要在上帝面前跟人相处都免于虚假。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上，这一种情形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私下或公开的，我们是希望追求一个完全的透明，这样的清心会让我们更看见神。不过我们的思想动机还有跟我们有关的事物要纯洁，不掺杂那个不正当不入流的念头，那要完全的真诚。这是我们一个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目标跟追求。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实况其实是不这样的。社会实况是我们总戴上不同的面具，在各种情况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好像在演戏。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隐私权是被立法的所以你的个资也不能暴露，看来是一种保护，但是那一种是法律外在形式的保护，但是你内心的隐私如果是一种不敢呈现出来，你的心思、你的思考、你的心理会跟外界的差距大，反而会伤到你的身体，伤到你的心灵。所以外在的这个社会的架构让我们不要把个资排露出来不要被暴露在外面，这是我们基本的人权但是我们心中的隐处，如果是跟我们实际生活有差距，那会变成假。有人在周遭编织各方的那个谎言连本人都分不清是真是假。我来讲一个以前听到一个小故事，说以前当生活很困苦的时候我们在乡下啦，在农村以前生活不富裕的时候，很多人三餐就没有所谓的肉可以吃没有油脂可以吃就吃那些比如说像那个地瓜一些杂粮这样子听说有人为了表现说我家没那么寒酸听说他们家就放了一块那个肥的猪肉有油的猪肉吃饱饭要出去逛一逛走一走，怕人家问说你吃什么，他就故意把那块有油脂很多的那一块猪皮磨一磨他的嘴唇
抹一抹，不是为了润唇啊，是为了让人家觉得哇，我的嘴巴都是油啊，而是为了让人家看到，哎呀哇，你今天吃的不错哈，你们家有肉可以吃哦。以前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为了怕人家笑说你们家没什么好吃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实况啦，但是真正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如果掩饰的事情太多，圣经里面说，天下很多的事没有隐藏的，在阳光下没有办法隐藏。当人的隐藏越多，你的愁苦就会越多。当然，你跟神的关系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的主，我们这样说，耶稣是完全能够清心的人，所以清心人才能看见上帝，是你凭着信心的眼睛。期待每位弟兄姐妹，你的清心不是一种口头上的，而是真的生命洁净的。就像有时候在山上刚下大雨，或是遇到土石流的时候，整个山的溪流都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当这个溪水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深潭或是一个平静的水坑的时候，那个泥土那些脏东西慢慢沉淀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舀水了，因为那个水是洁净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沉淀的。基督徒要学习一个清心，是因为我们能够非常没有负担，没有缠累，没有被捆绑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每一个都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个蒙恩的人。他第七福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力量，就是缔造和平的人。他说他要成为神的儿女哈。圣经这样记来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从这一个天国八福里面呢，主耶稣爱我们，蒙召在这个社群当中，蒙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成为缔造和平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应该故意制造纷争，成为挑衅者。我们受呼召是积极主动追求和平，与周遭所有人能够和睦同居哈。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呢，那个纷扰常是因为误解，或是彼此有利益的冲突，或是性格上的不一致。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同工弟兄姐妹当中，在社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是一个撮合者，那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我们有时候大到一个国家跟国家的战争，需要有很好的和平使者来互相连结。有时候我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一颁出来，他们的和平的那个方式或是和平的角度是很多很大的。有的是为了人权，有的是有国家的争执，有的是为一个社会一个喜乐跟平安。那基督徒是用这个目标来完成。所以缔造和平是神圣的工作，神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呼召，意思就是和好。上帝就是和平跟和好的创造者，因为他说，当我们缔造和平所得到的福分是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带着一个神圣的任务，就是说，你不是制造纷争，不是制造混乱，不是制造仇恨，而是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在冲突当中带来和平。其实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和平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家里面有人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化解纷争，化解两代之间的隔阂，化解婆媳之间的冲突，化解姑姑跟嫂嫂之间那种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我们一生的努力，有时候要很久的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甚至要像主耶稣一样牺牲了自己。我们台湾常有一句话说，公亲必属主，有没有听过？意思说，你当和平使者，到最后惹了一身很大的难处问题都来了，因为这边你要骂你那边也骂你吃力不讨好。其实和平使者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候和平是要让人和平是要有实力的。
你的人格被信任，你讲的话被人家觉得我听你的，那都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成分，或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建造。保罗他这样说：借着儿子，上帝决定使全宇宙再跟自己和好。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再归属于他。这句话好像表面上就一个和好，但是那个里面语言的境遇是多么的高深啊！昨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我们这个科学信仰的研讨会，哇，很多讲员都在讨论到这个宇宙的创造、生命的创造、我们的人的创造，那一种大宇宙跟科学上间有什么样的冲突在？很多学者都给我们很好的答案。那我看到这段经文就觉得哇，很奇妙，因为主耶稣的出现，主耶稣的参与，让宇宙跟上帝和好，宇宙跟上帝和好，而且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天地万有在归属于他。回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曾经产生极大的混乱，人的罪产生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当主耶稣牺牲他自己的时候，万物宇宙再度跟神的好，神的创造、神的美好、神的奇妙，又重新让这个宇宙世界产生美好的运转，这是很奇妙的事。昨天呢，我们教会同时有一群弟兄姐妹参加了孙宝良教授推动的这个罗马书的一个研习就三个礼拜六早上一起把它完整研习。昨天刚好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在罗马书12章17节到21节提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敌意的世界。这个敌意的世界在12章第7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他告诉我们，众人以为美，换句话说，大家认为应该好事要勇敢去呈现。他第18节特别说：“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可行。”换句话说，有一些是成分不大很难度很高这个任务是吃力不讨好但是你要尽力去做。基督徒的任务就是尽力使世界和谐，人跟人之间和谐，因为产生冲突、产生误解、产生征战，通常都是人的罪。当你参与到这个和平的时候，其实你在参与耶稣的工作，让世界这个宇宙跟上帝和好，人使人和好，也参与这个美好的创造。感谢神，基督徒呈现了这一个非常重大神圣的使命使人和好。那第8个福是为义受害的人，这个主题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到。这个重点是为义，人不可能自己讨苦吃啦，人也不能说故意让自己那么的辛苦。但是当为了一个真理为义来付出的时候，他的付出是有代价的，是有成果的。他的祝福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现在中文译本这样写，他说：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义，为了上帝的旨意的实行，我愿意为他背上这个受苦的代价。他说，为上帝旨意实行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了，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换句话说，走向一个为义受苦的人，他本身就是具备了天国子民的身份，他就这个形象就是天国子民才会做这种事，为义受害，为朋友付出，为一个真理来坚持不怕人家吐口水，不怕人家来威胁你，他就是天国子民人才做的事。所以天国的子民就会做这个事如果不做这个事情，你跟天国的子民的身份就有一点不一样。他说，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捂住你们，为上帝的旨意，为了跟从主耶稣，他说迫害你们，用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这是多么有福了。这段话我们也可以延伸到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宣讲耶稣的真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印度很认，为你吐口水，或是为你吐给你吐槽，或是给你打脸，哇，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何必挨这种苦呢？但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跟从主耶稣，他说，而且不只是忍得了苦哦，他说还要欢喜快乐，不得了，受苦还会快乐。你会发现说，原来保罗跟希拉在监狱他唱歌不是没有意思的，他已经超越出那一个受苦哀怨抱怨上帝为什么要我经历这种浑水呢？哎呀，竟然是用快乐唱歌来面对这个苦难，不是没有代价，因为他说在天上有丰富的奖赏为我们保存，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说，你不是单一的个案呐，先知从前的先知也都同样受过这样的苦。很多人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趋吉避凶什么困难的事，什么要危险的事我们就离开。但有人是从容赴义，奇怪了就从容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有代价、有价值的。这个社会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会被改变，会被扭转，那些不义的事情会被消除，那些公义会被彰显。先知受苦，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伟大的任务，跟从神，为神的旨意实现而努力。弟兄姐妹，当我们尝试跟某些人和睦，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对不对？因为每一次我们要做和事佬啦，要促进和平有些人是拒绝我们，觉得你怎么那么热心啊？你是没有什么好处你让对方给你什么好处？你怎么样来讲这种事情啊？还没有做就被人家怀疑了，所以并不是每一次与人和好都会成功呢，甚至拒绝我们所跟随的主人，并且拿着我们出去。换句话说，你为了耶稣会被骂，会被耻笑，会被人说你这个人吃错东西了，吃错药了，头脑坏掉了。弟兄姐妹，耶稣甚至还特别强调说，你不只是忍耐你是在门徒迫害的回应是要欢喜快乐。糟糕了，在难处当中还会像欢喜快乐，那不是一种精神错乱吗？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平安。很多人为义，为了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在中国在撤退的时候，政府撤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留在大陆，很多基督徒为了坚持他的信仰被关在监狱里面，直到死尼拓生王明道这些人，为什么他敢这样子做？他只要妥协就好了，他在社会很有地位，被人家尊敬的，但他就为了坚持，甚至死在监狱里面。你说这个人头脑坏掉吗？绝对不是，他认为他坚持的真理是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时候，回应是要欢喜快乐，不是报复，不是闷闷不乐、抱怨、逃跑，而是要欢喜快乐。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属灵的修养，才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当一个人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苦就不再是苦，苦是一种冠冕，苦是一种荣耀，苦是一种记号，那不得了。我们说尊敬这种人是他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所以耶稣说，我们若受迫害，天上的奖赏很多，可能我们会失上地上的一切啦，但是要得到天上承受万物，万物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说要欢喜快乐，因为受迫害是一种代表名副其实的记号，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保证是，换说你有份于受迫害，那是你的荣耀，你的勋章。所以我们就归属尊贵的行列，因为耶稣说，在你们以前有先知也被迫害。换句话说，我们竟然何德何能跟这一群伟大的前辈走在一起？人为了一个公义，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见证神的荣耀，那些受苦就不再是受苦了。
一种甘之如饴的喜乐。哇，真的是这种境界有时候人不是故意要去这样子，但是碰到的时候，他的属灵境界就会呈现出来。因为没有一个人想故意要去赴汤蹈火啦，或是从容赴义啦，没有一个人故意要这样。但是很多环境是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就是神给你一个荣耀啊，是一个跟先知同样列名的一个行列里面。所以归结一句话，为义受苦是什么呢？受迫害却能欢喜快乐，最要理由是因为我们为了主耶稣。他这句话，耶稣说：“为了我，你受苦，就是为了耶稣。”我们发现受迫害单单是因为我们忠于耶稣，忠于他的真理和样式。我们都知道，四福音是耶稣死后升天，门徒开始四处去传福音，然后慢慢再把耶稣的教导集结起来的。我们再从后面现代往回看，那些初代的基督徒愿意走上一条险恶的道路，走上一条没有人家走过的道路，走上一个罗马帝国在很大很大的威胁之下，在竞技场被狮子咬，被处死，被倒钉十字架。你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子，也是他们已经被圣灵所同在，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为义受苦。所以从后面看这个历史，发现说，为什么教会能够走过这200-300年受迫害的历程，仍然能够坚立？这8福的能力在这一群初代门徒身上是展现的巨细靡遗，就是展露无遗啊。但是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当遇到事情的时候，神给你的力量，这8福的能力就在你身上展现了。所以耶稣在讲这8福之后呢，用光跟盐来做一个结论，或者说来做一个小结。你们这8福就让光跟盐来做一个 ending 了哈。8福是耶稣描绘门徒该有的品格，那光跟盐这个隐喻指出了门徒对世界该有的正面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上你士农工商，每个人身份都不一样啊。那你怎么样显示出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有真理、有信仰的人，你是跟行神的旨意，是为了主耶稣的人。重点是你是光，你是盐。好，那为了说明基督徒怎样可以影响世界，耶稣用的那个比喻是简单到我们觉得怎么可以那么简单，但是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从富贵人家到穷苦，包括乞丐，光跟盐都需要。耶稣一定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门徒当中知道说光跟盐在他们生活上的重要，所以他用光盐来做一个比喻。每一户人家不管生活贫穷或是不贫穷，都需要光，也要用到盐。耶稣在小时候，他当一个小男孩的时候，耶稣一定是在厨房里面看见他的妈妈玛利亚用盐巴来调和他们的菜肴。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点亮家里的灯光。换句话说，光跟盐没有什么稀罕，但是重要到你不能没有它。你不能没有它。你们是世上的盐，表示基督徒的存在有助于整个社会避免腐败。基督徒有一种防腐的作用，在这个社会上。如果说你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 care 你，那问题不在于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你有没有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这群他所救赎、所新生并且追求公义的子民会带来强大的影响力。你说基督徒能够主导这个社会吗？有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演进是看到这个大的方向是你很困难去扭转的，但是基督徒会站在那个重要的关口，产生盐的作用，让它不再走向一个腐败
台湾的社会一方面经济发展非常的高峰，但是社会有很多软弱的，在黑暗的角落的基督徒有没有看见盐在这个地方的功用？那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知道很容易理解，因为特别早期还没有冰箱的时候，盐是何等的重要。你知道有历史以来很多的国家，以前的帝国把盐看作是国家重要的物资，不是随便可以买卖的。中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盐是政府的重要物资，连你走私都要被判刑的。换句话说，盐会帮助这个食物不会腐败，就表示基督徒的存在是有助于整个社会的避免它的腐败。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这群他所救赎、新生并且追求公义的子民，可以带来强大的影响力。那强大的影响力就是盐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叫做一个叫公民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一个公益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勇敢发声，对抗这个社会主流可能不合神心意的，勇敢发声，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基督徒有这种力量，它就是盐的功用。我们对科学有了解的人也都很了解清楚。我们知道盐它的化学程式就是氯化钠，氯化钠在这科学上它是很稳定的东西啊，你放在那边它不会突然产生变化。但是很有趣，当它跟其他的杂质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化，而且会变得没有用，会失去味道。你有单独让它存在，它可以放很久。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被污染了，当你被同化了，当你被同油合污了，你的盐的功效就没了。就好像你这个盐被混在别的东西，虽然是白白的，还是有那个颗粒的性质，但受到污染就没有用途。基督徒的咸味就天国八福所讲的基督徒的品格。看来盐好像没什么，但是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基督徒如果被这个世界的杂质污染了，他就失去了抑制任何事物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产生盐的功效，是因为你不是跟他同流合污，你能与众不同，而且讲出你的道理，见证神的福音，让这个社会知道说，虽然我不认同你，但是我要很慎重的看到你讲的是不是对，引起别人的思考。表面上看起来基督徒失去良善的影响力，那就很像盐失去盐味一样那第二个是你是世上的光，就是耶稣用第二个隐喻，他讲说这个世上的光就是好行为，你的好的行为让这个社会看见你，所以涵盖了基督徒所说的、所做的信心记号跟信仰见证。光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做真理的象征我们说路上光是真理，那基督所发出的光就是你所要做的见证。我们知道传福音就因为勇敢发光出来，让人知道原来你讲的就是要看见这个光，看见天国的福音真理，所以光可以照耀出来，能够得到荣耀。这张图画是在描述一个很感人的福音的故事。它记载说，在主后597年，当时的一位灵修院的院长叫做圣奥古斯丁，他跟我们这个圣人就是中世纪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同名的，但是他特别冠上坎特伯雷 （Canterbury） 这一个奥古斯丁他去传福音的故事。当时故事是这么说：当时的著名的教宗我们在主后500多年、595年左右的教宗叫做大贵沟利 （Great
Gregory， 他成为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教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个格利果圣歌就是用他的名字所取的哈。那这个故事很多了，他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次呢，他还在当修士的时候，还没有当教皇哈。有一次在市场上看到有一群是红头发的或是金发的奴隶，在意大利，在罗马，因为我们知道意大利人他们是南欧的人哦，头发比较跟我们比较相近哈，至少是棕色的，但是金色的是比较北欧那边。他说奇怪，怎么有这一群年轻的脸孔非常清秀，但是竟然是奴隶？他就问他们说：“这一群人是谁呀？这些奴隶怎么会来这边呢？”他们说，他们叫 Angus。Angus 就是安格鲁萨克森呐，就是在英国他们那边的种族啦。他突然讲这句话，使人一听觉得非常的刺耳。他说应该是 Angels 才对啊，意思是说不是恩格鲁人，而是天使才对。意思是说他突然间对这一句话产生很大很大的触动，所以他就说，原来远在英伦三岛，那个时候还是异族在统治。而且完全是蛮邦了，没有基督教信仰，所以他就下决心说，他要去让这一群金发的群众能够认识耶稣，就派了这位圣奥古斯丁，有40个修士一起，当时是走路走了好久好久，越过高山，经过溪谷，甚至非常的困难。特别他们还听说那个当时的英格兰那一群人非常的蛮横，非常凶残去了一定回不来了，还写信给教皇贵哥利说：“能不能不要去啊？这个风险太大啊！”这个贵哥利这个教皇就跟他说：“不要因为困难退缩，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成全。”所以他们就在597年搭着船登上了当时英格兰的一个肯特这个海岸。他们在上岸的时候，他说，没有带什么刀剑，也没有卫队，他们就是只有带了福音。所以他的修士抵达英格兰的时候，高举十字架，唱圣歌。在这个当中，后来呢，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这一位奥古斯丁就成为英国，我们知道英国国教叫他们的主教叫肯特伯里的主教，就是他们的最高的高阶的就是用第一任的主教就是这位奥古斯丁他们说，因为他们在那个海边呢，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当时的王、当时的皇后，后来整个国家竟然成为基督徒。他们没有带来军队，也没有带来财富，只是福音纯粹的力量。没多久，这片土地成了中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重镇。这个教会孕育了无数的圣徒、传教士、殉道者跟宏伟的主教座堂。我们也知道，在17、18世纪，英国成为全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日不落国。他们的科学、他们的很多产业革命都是在这边发生。最原始是在597年，有一群宣教士没有带刀剑，登上了这块蛮荒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度。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福音展现出来。所以光在圣经里面是真理的象征。我们刚刚有提过，传福音也是一种好的行为。那耶稣用光跟盐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光跟盐两个不同的物质它一种是消极的，阻止社会的败坏，就像盐的作用，让它不腐坏，让它能够保持新鲜。第二个是积极的，一个消极的防腐，一个是积极的带来光明。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这样子做，他要我们小心，不要让盐失去了味道，让我们要锁住我们的光芒。盐是调味用的，但是它还要跟食物混在一起，它的盐的功用才呈现出来，不然就没有用途。基督徒要调和你不能锁在
富强教会的礼拜堂啊，大家唱诗歌感谢主啊，你要走出去，跟人群、跟社区一起互动，你才能把盐的味道调和出来呀。不然光吃盐有什么用？盐要放在汤里面，盐要搅在那个食物里面，那个味道就呈现出来。我们如果不跟这个社会交往，我们不这个社区互动，我们没有看见社区一些软弱的人，你怎么样把盐的味道、盐的调味放到他们身上呢？感谢主，光是要被看见的，信徒应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见证。一位出名的布道家穆迪，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灯塔不必发射烟火来引人注意，因为它本身就会发光。期待基督徒就成为灯塔，成为让人家看见的光。我们为这个基督来调味社会、照亮世界。我们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大仓库失火了，他急着去救火，就找不到水了哈，他就看着它闷烧闷烧，直到火熄了，很多人才进去才看说原来这个仓库放了好多冰块，冰冻在里面。但是当时要救火，冰块就没用啊，因为它没有化成水啊。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好像你在这个仓库里面存了好几千加仑的灭火剂，但是却没有用，因为它没有融化成水。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你把你的那一种财富，把你的一种影响力，把它冰冻了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那用不到。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在生命中把冰冻的财富解冻，让人人都能得到你的益处。所以有一句话说，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要适应黑暗，而是要向明光照耀。不要说黑暗习惯了暗了就暗吧，你要把它点灯，让人家看见。另外一句常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光明。”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合理的事，也让人家很难过、叹息的事。你多了一个叹息，也不能改变什么，那你干脆就把它点燃吧，点亮了，你看见很多黑暗的事情会离开。基督徒承担了这个使命，初代的基督徒，他们甚至付出了生命。耶稣用这个八福，不是一个很高调的让人家做不到的事，而是你的生命品质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你甘愿做这些事情。愿神的八福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一个社会最美好的见证。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要邀请弟兄姐妹，你要受服侍祷告的，可以预备心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八福确实一个非常高的标杆，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成就的、去培育的。主，我们力量有限，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看见，愿意为八福的成长来展现，来呈现在主面前。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激励，成为光跟盐，来见证神美好的信仰以及生命。愿神赐福每位弟兄姐妹看见光跟盐的能力，让我们被装备，我们被呼召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成为社会腐化一个盐的作用，让它减少它的消失，减少它的腐化。愿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力量，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自己生活的岗位，能够见证光跟盐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服侍每一位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当中展现。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一个服侍的时间一个